新竹嘅玻璃工艺个有名，三内为大家首届嘅玻璃艺术家方文珍，同业界方成经验，是非常贴切。对加工嘅台开始做玻璃工艺，从那到方文珍已经系天上台嘅。从小路接触玻璃嘅嘢，本人讲系玻璃医生，因为发现嘅玻璃艺品都也舒行，如是的掌握同本单的用嘅穷用。1998年，两公婆开始推广环保，将废塑来嘅干嘅硬嘅做成各种玻璃艺品，也算过好用嘅精品。因为还设许多南非、印度、香港也到地区做示范推广教学，将本单无人爱嘅玻璃绿色变黄金。因为欧洲人呢，他们这种笔100%是放在桌子上用的。那么用这个东西的人呢，两种人，一种是文学家，一种是长官。文化美术拿起玻璃笔之后下时，唔会最快来，唔会吞水，唔会刮汁，出从航润流水让安顺。荷兰1667年来台湾的时候，他们带进来的欧洲人，他们所利用的一个原理只有一个。虹吸原理，那我们呢是利用它这个虹吸原理之外，我们给它改成螺旋状的。玻璃笔头就9条牛角纹，范文只按照9两纹。你想唔到好，玻璃咪做在哪里下事？笔头还那系动奇妙。生技晶片啊，其实说穿了，它就是1公分正方里面至少有20万个。小孔，那小孔是干嘛的？就是在他们生技晶片要放这个细菌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把那个材料拿来做成笔头，结果呢，吸水量又增加了。呢种价钱冇便宜嘅9两玻璃笔是系得到专利嘅，兼实价格唔苍蝇，唔过你切对唔会啲，那条本单都是系你挑剔嘅玻璃。有灰尘，而且有氧化如果没有洗过的话，烧起来它的表面会是雾状的。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分得很清楚，这个是台玻的玻璃杯，不大的台玻的玻璃杯。那这个是精油瓶，这是不同的工厂，所以它材质不一样，我们都有分类。那像这个意大利进口的玻璃板，你说为什么都要烤一下？如果不烤的话，直接拿这把火烧它是跟烟火一样荡。放在这边烤的这个地方它的温度最高只有500-600度而已。那我们这边现在在开的这个火它这个火像这样开起来的时候，基本上是跟那边是一样的，完全一样的热度。然后我们现在给它加这个氧气，氧气加进去之后。这就是炉火纯青。那这把火的热度最高可以达到2800。某种嘅玻璃先培烧過後，嗰種問題開始xuất現。燒到豐富嘅玻璃，從係熱攤火 Q 肉。燒風過後，夾體蛋糕嘅種法活。撒好了2鋪混染出正經係好門嚟，就是鹽不夠。對，它這個表面霧霧的、白白的，對不對？那我現在用這個鹽巴用過之後，它就會是清亮的。它前面就可以。它會跑過去。50年老經驗嘅師傅，見力見來。你挑落火嘅態勢對控制到凍度好，一規矩從係燒風嘅辣椒個，天出變咗嚟住幾筆性。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說，它可以暖到什麼程度，跟水一樣。它溫度也可以低到溫水那樣，手可以伸進去的。但是玻璃恐怖的地方，告訴你，它就是清純的岩漿，因為它沒有雜質。有咗攤體嘅咖啡色樹壓，燒風過後出廠係麥芽湯強肉，經過反溫轉當斬掉嘅技術，強肉咪變做9兩筆。
本人看到出為外踢，平人看起來嘅垃圾，房本局老朋友房村經理看起來是都係寶貝。產業工廠啊，人家不要的啦，或者是倒閉的啦，我們就會把它回收來。可是有的是他做好了，可是他有切角了，不能外銷了，那我們把它剛好我們要的顏色，我們就把它要回來。像類似這個是剛好工廠結束營業，那但是它是好的手環。風色玻璃柱切開嘅硬嘴，填樹枝膜，甚至係高科技廠每個鈦金玻璃片，攞到倆都做得新鮮命。我這個我要的，這個我要的，這個就是這樣剪，這個不要的，對，這個就是不要的。我這個東西是從台中科技廠撿回來的，手紋一摸到他們就不要，就淘汰掉。像這個淺藍色我也大致不要，那這個黃色更不要，是它燒出來沒有顏色。我們又發現在這個回收玻璃當中啊，有很多是制式的玻璃棒當中沒有的材料，因為制式的玻璃棒它拉的這個玻璃廠啊，它就固定那20-30個顏色而已，沒了。那你其他稀奇古怪的顏色，他們都沒有。每個玻璃就算係橋梁壁，甚至還有那種強勢人工嘅，就表弟阿媽嘅素材，除為咗金嘅講。然自兩樹硬就算係做個壁，老咩攀草，就啱啱被控過後，就算係小鐵金拿到，垃圾變黃金，萬奶都本人有意外嘅歡喜。不過房本局講，玻璃工廠對貢獻最好嘅時間有400件，到呢下仲冇10件，天初會行出自家嘅路，總有辦法生存下去。那我們最近也在漸漸的在創新路線，就是說，從汽車的導光棒，醫療的光灸，還有這個燈具類的這個閃光，我們盡量從這個光學方面去做這個新的開創。房本局咪堅持陪沙主位基礎唔做，從兩條每嘅玻璃係講挑剔，解除物解咪唔係，咁個兩公婆利用玻璃嘅可塑性，創造出多彩多姿嘅萬千世界。歷經過高溫7年過後，浴火重生。也都可能路面貼貼拍的聲音，如果喊做亞太陽，唔過個樣變呢，路轉型呢。以上路係亞禮拜嘅客家新聞輯子，感謝大家嘅收看，有乜嘅意見也順先愛提供，每場同樣嘅聯絡，再會。